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从那个省来？我们从四川来，啊，四川四川来，成都。成都来。对熊猫吗？对，啊，有很熊多熊猫。猫。对了，我的朋友有很多人来。欢迎你到我们的地方。谢谢。你来看到chiang mai喜欢什么？喜欢邓丽君。喜欢邓丽君。哇哦。对，你喜欢泰国水果吗？喜欢。喜欢吗？什对，么喜欢水果？水芒果果，吗？邓丽君喜欢芒果，芒果、对对对，芒果山竹，汁，好甜。好甜。你朋友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。他每天都会喝。谢 Every 谢。day. You have every day. 哇，我们可以邓丽君的唱歌吗？纪念她好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对。请一下。那就唱一点点旋好，律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纪念她一下。甜蜜咪蜜，咪，你你笑笑得得甜甜蜜蜜蜜，蜜，好好像像花花儿儿开开在在春春风风里，里，开开在在春春风风里，里，在在哪哪里，里，在在哪里哪里见过见到你？你？你的你的笑笑容容这样这样熟熟悉，悉，我我一一时时想想不不起。哇起。哦，你唱得很好，谢谢，谢谢谢，谢来参观，新年快乐！谢谢，谢下谢，不客气，谢谢，下次再谢谢。来，再好的。见，再见。